Hello， 各位嘉賓、各位師友、老師、家長，當然仲有今日嘅主角，我哋嘅關愛學生，大家好。相信大家都感受到我哋今日嘅溫度同埋我哋關愛學生嘅熱情啦。咁今日咧，歡迎大家嚟到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第7屆10大傑出關愛學生選舉頒獎禮暨關愛共融職業博覽成果分享會。大家好，我係應屆公展小姐冠軍暨最具才藝獎得主 Serene 趙卓琳。大家好，我係 Jackie 師兄。Jackie 啊，今日我哋嘅主題咧係積極自強燃亮生命喎。冇錯，講起咧燃亮生命咧，真係唔可以咧唔提舊年咧，我哋10月咧喺將軍澳咧專為 SEN 人士咧而搞嘅一個大型共融職業博覽會。喺呢個博覽會上面咧，嚟自唔同行業嘅企業啦，提供超過50個職位，包括咧店務員、市場推廣助理、咖啡沖調師、導遊及剪片員等等等等。係啊，仲有好多間學校同埋慈善機構，例如 eConnect 同埋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都安排咗學員到場即場面試，仲有好多成功獲聘嘅個案添啊！所以今日呢，我哋都請咗我哋嘅僱主同埋僱員呢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呢個職場奇蹟啊！好，事不宜遲啦，掌聲有請遊學天地創辦人卓有心先生 Edward 同埋佢嘅僱員 Cathy 鄧迪文。易玩太爽，周藹儀師姐 Daisy 同埋佢嘅僱員林卓琪 Brandon， 仲有好餸創辦人麥慧嫻師姐 Eva。係唔該。係啦，我哋今日呢，我哋僱主都帶咗佢哋嘅一啲 SEN 嘅員工一齊上台呢，接受我哋呢一個分享會啊。好，等我企定過嚟呢邊先。好，咁我哋咧點解要企定嚟呢邊呢？因為咧我哋要由我哋嘅 Edwin 係開始訪問一下佢先。你好啊 Edwin， 咁咧知道咧你都有聘請 SEN 員工啦，咁我想了解下你公司咧係做咩行業嘅咧？同埋咧10月嘅職業博覽會嘅時候，你一共請咗幾多位 SEN 嘅員工啊？係。咁就大家好啦，咁真係好開心係參加咗呢一個共融職業博覽會，咁先至知道哇，原來係有一個咁大嘅一個群體係真係需要我哋嘅幫助。咁所以我哋公司咧就請咗 total 係請咗4個嘅。我有2間公司，一間就係叫做遊學天地啦，係一間本港持牌嘅旅行社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做粵港澳大灣區研學旅行研究院，咁係一間 NGO 嚟嘅，咁都係講好香港故事。咁所以我哋間公司就即係2間公司就分別請咗4位，咁就安排佢哋咧係做講好香港故事嘅文旅導賞員。嗱，佢係因為佢係即係呢一個肢體有缺陷啦，所以佢就幫手去測評我哋香港啲文旅景點啦咁樣。咁阿 Perrin 咧佢係有輕度嘅嗰個自閉症，但係佢剪片好叻，所以佢就幫阿 Cathy 咧係去剪片咁樣，咁跟住咧，阿 Roy 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弱視嘅人士咧，但係佢之前咧係向呢一個即係盲人輔導會嗰度工作嘅咁樣，咁社工係極力推薦，因為我哋完全諗唔到話點解即係視障人士可以做呢一個 social media， 但係真係之後咧，我哋發現哇，真係好勁咁樣咯。咁另外仲有一位同事咧，就係浸會大學畢業嘅係傳理係碩士，咁佢就做咗3個月之後有其他更好嘅發展，咁就離咗職咁樣。所以我哋而家係繼續3位都係留喺度講好香港故事嘅嗰個即係叫做Hello Hong Kong 共融文旅嘅測評計劃嘅發起人，就係佢哋呢幾位。多謝 Edward 嘅分享啊！咁我自己都我哋自己都好奇啦，因為我哋都想知道。Cathy 就係你當日其中聘請嘅一位員工啦。咁我哋都知道 Cathy 咧喺10歲嘅時候咧都確診咗小腦萎縮症，又會影響到少少嘅平衡感啦，需要坐輪椅啦，即係會有少少失語症啦。咁我都想問下 Edward 點解你會揀 Cathy 做你嘅員工咧？因為當時咧我哋喺度做嗰個面試，
咁就有14位係即係提交咗申請，咁其中阿 Kathy 咧就我係逐個 interview 佢哋啦。咁 Kathy 俾我好 touching 嘅故事就係佢讀緊浸會大學嘅時候咧，佢係去咗日本同埋英國交流，即係我覺得哇，你坐輪椅喎，你可以自己去咁樣。佢話係啊咁樣。咁於是乎我就問佢話：咁你喺嗰邊得着啲乜嘢？咁佢就講咗英國嘅嗰個即係共融嘅呢一個咁嘅即係佢嘅經驗啦，同埋日本共融嘅經驗啦。咁我覺得咁啊非常之好咧。我哋香港係世界都會嚟㗎嘛，我哋香港都好有人文精神咁。咁我話啱啦，你嚟幫手做香港嘅嗰個測評，咁所以就咁樣請咗佢。好有意義嘅一個聘請嘅行動啊！咁我想問下咧，如果要聘請SEN 嘅朋友仔啦，咁公司係咪要確保有足夠嘅無障礙設施？即係例如殘障洗手間啊，或者走廊位置嘅空間，係咪都要足夠輪椅去出入呢？我哋公司咧就係我哋公司所在嘅嗰個地方就真係冇呢一樣嘢。但係我哋公司特別嘅地方，因為我哋係做即係文旅啊。咁文旅咧就比較，我覺得係比較自由啲。所以我哋啲同事咧，基本上佢哋都係自己響即係佢響佢自己嘅空間度翻工。例如阿 Kathy，佢最早嘅時候，我哋就叫話嗱，你去幫我測評啲地方就得㗎啦。咁你攞翻嚟幫我 claim 錢咁樣咯。咁阿 Perrin 就係你負責剪片就得㗎啦。你總之就係阿 Kathy 拍咗啲咩，你幫佢剪咁樣。咁所以佢哋譬如好似到而家，阿 Kathy 已經係測評咗18個我哋香港嘅地方啦。尤其係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係評定香港嗰啲好優秀嘅景點啦，例如大屋啊，南屋啊、大館啊、呢一個南豐紗廠啊呢啲啦，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香港講好香港故事嘅地方，咁佢就測評，咁阿 Perrin 就負責剪啦咁樣。咁而家我哋仲去參加咗政府嗰個即係AI 個計劃，咁啊而家係即係佢哋而家全部識用 AI 嚟剪片，咁亦都已經係即係真係超越咗佢嘅局限啦。因為佢而家佢基本上你即係遲啲你睇下喺 social media 睇佢啲片咧，佢都唔使親自去，已經識飛啊，識咩咁樣，係啦咁啊。多謝 Edward 啊！我都知道咧，我哋喺繼續聽 Edward 同埋 Kathy 分享之前咧，我哋都咧想播一段咧關於 Kathy 嘅短片喎。咁之後咧，我哋再嚟傾下咧佢哋嘅改變同埋未來啦，好嘛？大家好，我係 Kathy。雖然坐輪椅，但我嘅人生從來唔似限。10歲嗰時，我確診一種罕見病，叫小腦萎縮症，係一個至今都無藥醫嘅退化病，會行路唔穩，講嘢唔清，最後可能要臥床。因為主流學校冇升降機，所以老師建議我轉校，要離開熟悉嘅環境。其實我好驚，但我知我根本冇得揀。我要慢慢開始學用助行架同輪椅，開展另一種生活。讀高級文憑嘅時候，我好羨慕同學可以去交流團，但當時自己連企都難。於是我埋下咗遊學嘅夢想，決心改善身體，將來一定要去遊學。於是我日日做治療、運動。幾年後入咗香港浸會大學，主修翻譯。喺申請日本遊學嘅時候 ，International Office 嘅遊學宣傳口號係 YOLO。You only live once。呢句話好符合我一直以嚟嘅諗法。我身體雖然唔方便，但人生只有一次，我一樣可以活得精彩。我去日本遊學嘅時候正值疫情，經過一番思考，我終於出發啦。開始難忘嘅3個月期間，我有幫學校寫 social media post， 記錄日本同香港嘅文化差異，亦都見識咗當地嘅無障礙設施。我喺日本遊學返嚟之後，仲係好想再出去見識。於是喺大學4年級，我一個人坐14個鐘飛機去倫敦，第一次見到巴士自動放板、教堂傷健人士免費入場等等。呢2個遊學經歷都令我大開眼界，我變得更開朗自信。只要唔自我限制，世界一樣可以好大。畢業後，我參加咗勞工處嘅展能就業計劃，喺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共融職業博覽會，好幸運咁認識咗遊學天地嘅卓有心先生。我嘅故事打動咗佢，聘請我做文旅景點測評 KOL， 所以我好感謝勞工處、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同遊學天地，俾我有機會由受助者變做賦能者。遊學天地係一間有愛心嘅旅行社，對標聯合國 SDGs， 致力為 SEN 群體減少唔公平，創造體面同可持續經濟收入嘅工作，提升教育機會。同大灣區研學旅行研究院推出共融文旅測評計劃，推動旅遊平權。講到公司俾我嘅成長同機會，
公司好有愛，同事互相幫助支持，公司經常創造機會俾我哋成長同曝光。舊年12月2次去立法會宣傳推廣共融文旅計劃，今年2次喺講好香港文旅故事嘅比賽介紹自己嘅作品。我好開心能夠跟住公司參加 Preface 組織嘅 AI 學習班，等我哋同事能夠有系統咁學習 AI 新技術。感謝政府嘅 AI 科創基金同 Preface 公司，由接受幫助到而家用輪椅測評香港唔同景點嘅無障礙設施。我唔單止走出恐懼，更想賦能更多人。你都可以參與文旅，世界從不設限。最後，多謝大家聽我嘅故事。想補充一下，呢條片呢，因為可能而家啱睇得唔係好清楚，但係喺 social media 嗰度有嘅，成條片全部都係阿 Kathy 一個人自己剪嘅，然後佢係全部冇人幫過佢手嘅，咁佢就係學完 AI 之後，咁佢譬如頭先佢講嘢，一陣你聽佢講嘢，佢把聲係即係用 AI 抽出嚟嘅，跟住所有成條片全部都係佢一手一腳做嘅咁樣，所以我覺得你哋嗰個職業共融嗰個博覽會好正。大家再俾啲掌聲俾 Kathy 同 Edwin。係啦，咁我頭先咧聽到佢話，只要不設限，世界都可以好大，其實好 impress 啊！見到 Kathy 咧而家可以配合到 AI 技術啦，去剪接拍片一條龍，加入呢個 KOL 行列咧，仲可以用到佢嘅獨特之處啦。其實咧可以測試到香港好多無障礙嘅設施，呢件事咧都好有意義啊！仲要配埋 AI 旁白推廣香港，大家再俾啲掌聲俾 Kathy。多謝。冇錯，原來係真係嘅，誰都可發光，只要找對地方啊！咁我都想借一借機會問一問 Edward 啦，喺工作合作上邊會唔會遇到一啲困難呢？我哋就基本上我哋就比較咩嘅，即係互相溝通，所以暫時都冇即係冇，暫時都未有咩問題咁樣咯，係啦。我知道咧 Kathy 都好多謝佢嘅百樂遊學天地啊，咁同埋咧上次舉辦共融職業博覽會嘅香港特區獅子會，咁都成功改變咗 Kathy 嘅未來啊！我哋請 Kathy 可以分享少少。有請。多謝大家頭先睇我嗰條片啊，咁係咯，都希望大家可能呢度。在座嘅各位都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咁樣，係個口號係要 only live once， 可以大家都即係唔好設限制咁就呢個世界好大咁樣咯，多啲去探索咯。咁同埋都好。希望大家喺度宣傳埋我哋個 YouTube channel， 就係嗰個共融文旅測評計劃。希望大家上我哋遊學天地個 channel 有個播放清單咧，就係我哋個計劃嘅。咁就希望大家多支持。好 ，thank you Kathy，大家記住去 follow 佢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好，咁我哋咧嚟到另一個環節咯，就係咧，我想訪問下 Daisy。係啦，咁我知道咧 ，Daisy 你嘅公司一路咧都有善用勞工處嘅就業展才能計劃去聘用 SEN 或者輕度智障嘅員工啦。咁今日你就陪同 Brandon 出席，咁想問下咧 ，Brandon 喺你公司做咗幾耐，同埋你覺得勞工處嘅就業展才能計劃係咪做到 win-win 嘅效果咧？好啊，咁多謝主持呢個問題。咁我都好榮幸啦。咁其實咧，我今日咧就見到獅子會我哋嘅晨光學校啦嘅校長，可唔可以揮一揮手啊？頭先咧我都多謝佢啊。咁係我哋咧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咧好多年咧嘅即係配合一個嘅姊妹學校計劃啦。咁我都好感謝校長，就係有一年咧我就同師友啊咁一齊啦，Andy 我前會長，咁當年咧佢係做會長啊，我哋一齊咧去探訪啊學校獅子會晨光學校。咁校長同我講到咧就話其實特殊學校咧好多心機啦，去教啲同學教啲學生出嚟。咁覺得咧就最需要咧係乜嘢啦？我哋問佢咁好感謝校長話俾佢聽咧，其實最需要咧其實係一份工作，因為咧好多咧畢業嘅同學咧話翻俾我哋聽，即係校長話翻俾我哋聽咧，當其時咧就算到而家都係咧嗰個就業率咧其實係偏低。咁當其時咧，我聽到校長話俾我聽咧，個就業率係低過20%。咁我覺得好心痛，學校有好多資源俾到呢啲特殊學校，俾到去培訓。我哋都見到好多
老師、校長都好有心機去培訓呢班同學。咁當日咧，亦都有2位同學咧，完全唔需要稿，帶住我哋成班師兄師姐咧，行勻成間學校，介紹晒所有部分。咁我會覺得其實好可惜就係話，有一班其實都好有工作能力，亦都好有機會幫到社會嘅勞動人口啦。今日副局長都喺度，我哋係應該有俾多啲機會，或者有啲嘅我哋嘅服務可以做到，令到呢班嘅朋友咧多啲機會可以有工做。咁但係我哋嘅會資源又唔係咁多，叫每位師友請好多個呢啲同學，咁都未真正幫到。咁我哋就諗到咧話如果我哋創辦一個比賽，揀選一班同學出嚟，每一個學校有啲代表，話到俾公眾聽，話到俾老闆同埋其他嘅公眾人士知道咧，其實佢哋有咁有能力係可以工作幫到個社會，同埋我知道咧勞工處咧非常好嘅，即係能夠資助，如果僱主願意聘請佢哋咧係有資助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公司咧就做開一啲social media marketing 啦，咁我亦都有公司咧做開一啲零售甚至都一啲叫拼多多嘅提貨點啦。咁我都係一路有聘請啦，呢啲嘅同學咧就申請勞工處呢個嘅資助計劃嘅。咁我就覺得如果搞呢個比賽俾多啲僱主都知道有呢一件事嘅話咧，我希望多啲僱主都同一班好有心嘅僱主咧，俾多啲機會同學。咁我覺得咁先至真正幫到呢一班嘅即係同學佢哋畢業嘅時候個前景。咁我喺創辦嘅時候咧都做咗個口號啦。今日我都見到咧喺個 poster 度㗎，咁寫住咧係受眾成受眾，共用更共用嘅意思就係希望咧就本來一班SEN 嘅同學特殊學校畢業生，佢哋係一個接受服務嘅朋友，變成好似阿 Kathy 好似我同事Brandon 佢哋Edward 佢哋嘅同事，甚至Eva 佢哋嘅同事，係成為一個提供服務嘅授予服務嘅人士。咁大家咧如果係多啲包容。呢個社會其實好需要多啲包容，無論係唔同嘅正常人都係好多關愛嘅同學啦。大家多啲包容嘅話咧，就更加樂融融啦。咁我希望咧就係話呢一個創辦呢個活動嘅口號都係延續落去。咁我都好感激咁多屆嘅會長咁多屆嘅主席啦，今屆會長阿 Jo 啦，主席係阿 John 啦，都延續我哋呢一個嘅活動。咁我係呢個SEN 嘅 career 呢個活動，今年好多謝會長係同埋阿 Jo 同埋阿 John 啦，兩位咧都願意去創辦一個咧係我哋呢個10大傑出關學生嘅活動咧嘅延續版，係真正帶咗一班我哋當日有接近30位僱主咧喺現場係嚟到，咁亦都好感激咧，其實有10間即係慈善機構啦。帶咗我相信嘅統計係200幾300位 SEN 嘅朋友嚟見工。咁Edward 師兄啦請咗4位啦，咁我公司咧係前後總共請咗7位嘅。咁今日咧就係阿 Brandon 係因為佢 off 啦嚇，咁我有啲同事今日都返緊工嘅。咁有提貨點，咁阿 Brandon 不如你講下2句好唔好啊？咁你覺得喺我哋公司做嘢點啊？同埋你覺得我哋同事點啊？大家好，我叫 Brandon 啦。我而家喺Advertiser 做緊自提點嘅入庫同埋出庫嘅主要。首先，我每一日返工呢，我就要負責呢啲板車送嚟，就要即刻入庫啦。然後啲人要攞貨嘅時候就要出庫啦。即係叫一樣嘢in and out process 咯，即係可以叫。大家俾啲掌聲好嘛？係啊，我覺得 Brandon 咧都叻好多㗎。咁佢初嚟我哋即係一啲簡單工作咧，後來咧佢越來越識得幫公司去諗點樣可以做得快啲、做好啲。佢會建議公司咧買啲新嘅即係儀器買啲台凳啲客人嚟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做得快啲啊？咁佢慢慢由係即係一個初嚟學習嘅角色，到咧而家係好似 team leader 帶一啲新嘅SEN 申請嘅同事咧點樣去做。係啊，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啦喺呢度就即係呼籲啦，大家同埋各位同學、各位家長喺度啦，係啊，知道係啊，咁
大家都係有一個即係有咁多咧嘅僱主咧可以支持嘅話咧，大家都可以有個信心，第時咧畢業嘅時候咧可以有工作嘅，係啦，咁啊多謝大家， Thank 多 you，謝大家。 Thank you Daisy 同 Thank you Brandon 嘅分享啊！咁 Brandon 都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喎。咁咧，我相信咧，當社會上咧越嚟越多成功嘅個案咧，就會咧有更加多嘅公司咧願意接納咧 SEN 人士啦，社會咧就會更加和諧同埋美好嘅。係，咁我哋咧就到 Eva 師姐啦。我知道咧你公司係一間培訓同埋專請 SEN 學童嘅社企嚟嘅，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幫 SEN 學童求職再轉介出去其他公司嘅時候，有冇遇到一啲嘅難處呢？好啊，咁我都分享下啦。咁其實我創辦咗個社企咧，叫好送社企啦。咁其實已經10年㗎啦。咁我哋由一開始咧已經係聘用緊一班 SEN 嘅同學仔喺我哋一個中央廚房裏邊咧，透過生產去邊學邊做咁樣樣。咁去到其實近年咧，我哋發覺越嚟越多同學仔佢哋好難揾工。咁我哋一個廚房其實真係好有限啊，去幫到佢哋嘅時候。咁於是我就有一想法就係我哋可唔可以走入去學校？同學校合作呢，咁我就將一個社區飯堂呢，就帶入咗學校裏邊，咁就得到校長欣賞啦。咁我哋呢，就透過同學仔喺我哋嘅職訓裏邊呢，我幫佢哋即係將一啲外邊真實世界嘅職訓帶咗入學校裏邊。咁完之後呢，再透過一個活動，一個社區飯堂，我哋招待一啲街外嘅朋友入嚟食飯，咁讓到佢哋呢，可以有機會呢，喺呢個真實嘅世界裏邊去感受下點樣去 serve 人咯。係啊，咁或者我都俾同學講下，你覺得社區飯堂你得咗啲乜嘢啊？可以學到與人相處嘅技巧。你捧餐嘅時候有冇一啲要照顧嘅規矩啊，或者係點樣樣可以？係啦，你去落餐俾人嘅時候，有冇一啲你要記住嘅嘢啊？有。例如咧？要同客人講話請慢用。係啊，咁同埋我哋擺放嘅時候咧？擺放要雙手擺。係啦，都有啲行業嘅技能，我哋要認識㗎，係咪啊？係。係咯。咁我哋就透過呢個活動咧，讓到同學可以預早咧喺學校裏邊已經準備好啦。咁而我哋另外咧喺呢一個飯堂裏邊，我哋亦都好成功地咧吸引咗好多餐飲業嘅行家入嚟。佢哋都睇到同學，咦真係識做嘢嘅喎！佢哋對佢哋嘅信心多咗，亦都有行家咧會願意去俾一個機會佢哋去實習同埋去聘用咯。咁我分享係咁多啦。多謝晒 Eva 師姐同埋佢同事。Thank you。我知道咧，Edwin 師兄有2句想補充喎。冇錯，係啊。咁我哋就係同阿 Eva 師姐咧，4月26號響呢一個九龍塘嘅天寶文學校咧，就有一場真真正正又係俾啲同學可以去實踐嘅，叫做銅鑼灣獅子會嘅籌款日嘅活動。咁啊，歡迎大家過嚟觀摩，多謝。好，426天寶文啊，大家記住咯喎。Thank you 咁多位嘅分享啊，因為咧真係好感動啊！咁接住落嚟嘅時間呢，想請大家咧可以回座休息一下先，因為咧今日唔止係感動，我哋仲有驚喜俾大家喎。係啦，小心落台啊！好 ，Jackie 呢個驚喜係乜嘢呢？冇錯，就係我哋學生嘅台藝表演啊，係嘛 Shireen？冇錯，我哋關愛學生咧個個都心懷絕技。咁首先呢，佢哋會用呢個才藝表演咧去幫頒獎禮揭開序幕喎。好，第一個表演嘅有請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胡慧海同學表演嘅係吹陶笛，歌曲名《父母恩》，有請。掌聲大聲啲！
驅黑暗。我想感謝爸爸媽媽嘅教導同養育之恩。哇！我哋熱烈嘅掌聲俾胡同學。好多謝晒胡同學。事不宜遲啦，我哋咧第二位有請咧康智張玉瓊神輝學校鄭家穎同學咧上台為我哋咧而吹奏咧 saxophone 嘅，有請鄭同學。大家好，我叫鄭家偉，我讀康智張玉瓊神輝學校個中四同學。今日我為大家表演 Saxophone A Whole New World。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要企上個台度表演樂器咧，都一件唔容易嘅事嚟㗎。謝大家嘅掌聲，再俾多次頭先上面兩位同學仔。好啦喎，咁最後咧，我哋咧有位同學咧，就直情想同我哋咧會長張祖葵師兄唱翻首歌添喎。好期待啊！咁我哋咧而家有請，仲有我哋嘅師兄 Aspen。係。咁我哋而家有請同學仔同埋我哋嘅尊貴嘅師兄上嚟睇下佢哋點樣用背脊唱情歌先。好，掌聲有請。Hello， 同學，你可以介紹自己先。係，大家好，我係中5班楊成軒，我讀沙田工業學校，今年16歲。我會為大家表演一首用背脊唱情歌。係啦，非常之新嘅歌啊！你學咗唱歌有幾耐啊？我學咗2-3年到咯，會聽下歌，然之後自己之後又會練下歌咁樣。好啊，咁啊 ，music。哦，咁即係梗係唔走出走入啦，咁大隆重。
麻煩各位都不忘我，望住我怎麼敢去唱情歌？然而我想揀今日來流露我凄楚聽完的人，請你扮傻，但像不全場證。其實路人並不傻，都猜中我為你挨盡折磨。眼淚若然多，用背脊唱情歌。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正面像全裸，這醜的杯酒別來篤破。願這個味道一轉杯，人間都忘掉我。原來我不懂怎樣愛，但是昨的戀歌也最精彩，忘形到真實戀後償還10倍悲哀。終於一個人站在舞台，願這歌有痕跡，為下已入冇將來，歌者痛了人沒還在喝彩。眼淚若然多，用背脊唱情歌，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正面像全裸，這醜的刀就別來篤破。願這個味道一轉杯，人間都忘掉我。沉重的幾句非唱不可，世事無果，已再記不了我。明明我睇到你已唱傷過，我想在夜聽不知錯，唱着別離開我，失去你。唯有更多為去喜歡我。Thank you。犀唔犀利啊？轉背嗰下。多謝多謝多謝咁多位。多謝。多謝會長同同學仔精彩嘅背脊唱情歌，好唔好聽啊？咁我哋再大力啲掌聲。encore 就唔夠時間，會長要留待下個活動，引大家再嚟下個活動。係啦，咦咁 Jackie，我哋而家咧知道今日咧都嚟咗好多典禮嘅嘉賓喎。冇錯冇錯。我哋咧都可以咧逐一去介紹佢哋出嚟喎。好啦，咁即係我哋咧已經入戲肉啦。咁我哋不如我哋正式開始我哋嘅頒獎典禮好嘛？好啊，好。好，我哋掌聲唔夠熱烈，再大聲啲，會長上台。It's a great thing to be a lion. It's a great thing to know every lion sitting around you with a smiling and hello. Good fellows, it's our splendor, here and everywhere. It's a great thing to be a lion. It's a great thing to be a lion. It's a great thing to know every lion sitting around you with a smiling and hello. Good fellows in our splendor, here and everywhere. It's a great thing to be a lion.
請會長留步。會長請留步。係，咁咦到我哋嘅戲肉啦，我哋咧要隆重介紹一下今日嘅典禮嘉賓。首先係我哋嘅大會主席田迪尊師兄，有請我哋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先生 JP， 再請我哋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會長張祖奎師兄，有請我哋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303區第10分局主席杜以賢師姐。仲有今日嘅國會會長，可以咧有會長可以叫起身同大家打聲招呼啦。同埋亦都邀請在場所有校長同大家揮一揮手打聲招呼。仲有我哋今日嘅老師教職員同埋 SEN 同學仔嘅照顧者，大家好。好，我哋請我哋嘅嘉賓就座。請大會主席田迪尊師兄為我哋致歡迎詞。各位政府嘅主要官員、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老師，我哋可愛嘅同學仔，大家下午好。我係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今屆嘅活動主席田迪尊師兄。今日非常之開心，見到個個咁多位出席我哋第7屆10大傑出關愛學生嘅頒獎典禮暨關愛共融職業博覽嘅成果分享會。呢個場面非常之熱鬧，我哋差啲以為去咗嘉年華會添。講真，呢個活動對於特區中央嚟講，其實係一個意義非常重大。點解？因為我哋今日有2件事要分享。第一就係一個集齊咗閃閃發光嘅時刻，表揚一班無比堅毅、克服困難嘅學生。你哋一個堅持，你哋一個努力，唔單止令關愛呢2個字有血有肉，仲令到我哋成班評審好感動，感動到喊晒，要準備好多廁紙。第二，今年係一個豐收嘅一年，你哋知唔知點解我哋由樂富廣場需要移到嚟獅子會學校呢個籃球場啊？原因好簡單，係因為我哋個規模越嚟越大。今年總共有50多間學校參加，超過50多個學生接受我哋嘅甄選，人數足足比上年多咗60%。呢個增幅令人鼓舞，令人興奮。但係最重要嘅有一點，我哋點解要喺學校舉行？就因為係非常有意義嘅，因為學校正係同學仔你哋嘅起步點，由呢度出發，去到職場，去到你燦爛嘅未來，我哋每一步都值得我哋去支持同埋鼓勵。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一直以嚟都係想搭建一個唔分你我啦，人人展翅嘅平台。我哋成日都話啦，每一個生命都值得被睇見，每一個才華都被正視。所以今日我哋用最熱烈、最真心嘅掌聲，為每一位得獎嘅學生喝彩。當然，多謝我哋一路以嚟支持我哋嘅政府機構、政府部門，仲有商界啦、老師、學校、同學、家長等等，冇你哋嘅同行，其實冇今日咁精彩嘅舞台。最後，我衷心感謝每一位來賓、每一位師友無私嘅奉獻，百忙之中抽空，你哋嘅堅持、你哋嘅毅力、你哋嘅鼓勵，希望我哋關愛嘅力量可以一直傳承落去，薪火相傳，等到我哋個社會更加包容、更加溫暖。最後，我祝願今日活動圓滿成功，多謝大家。多謝田師兄。咁我哋咧可以係，我哋咧而家有請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先生 JP 致辭。
田師兄、張師兄、杜師姐，各位我哋嘅校長，各位我哋師兄師姐，各位同學仔，各位家長，大家下午好。多謝你啊！啲掌聲唔止俾我，都係俾你哋大家，因為大家可以坐定定坐咁耐，我都覺得熱，係咪飆晒汗啦已經？但係咧都做啲涼風嘅，但係咧我諗呢個咧係我哋成個嘅，我諗今日嘅頒獎禮係一個起點嚟嘅，係咪？即係我哋可以用呢個嘅毅力，係忍受到今日嘅咁少少嘅陽光，未來咧我哋一定係可以忍受到我哋未來一個太好輝煌嘅前景。咁我唔係話一定好輝煌。不過咧，我諗咧係好多人會喺側邊係捧住你咧，佢哋嘅熱愛咧都係會好熱嘅。咁所以咧點解咁講咧？舊年點解舊年我去咗將軍澳佢哋一個嘅活動裏面咧係見到商界嘅力量，尤其是獅子會力量咧，去幫手去揼一個嘅平台出嚟，去俾喺特殊學校畢業嘅同學咧，去出去一啲公開就業。啱啱 Kathy 講就係你都喺嗰度揾到份工啦。其實呢個咧係我知道佢哋而家咧喺勞工處嗰度就嚟會攞到個職業介紹所牌照，就係一個咧係真係會一個唔係 NGO 嗰種嘅或者係社企嗰款，係好似特殊揾個工作崗位俾佢，而係一個真係喺市面上面職業嘅一個公開就業。呢個咧係我哋特區政府係好想係做得更加多、做得更加好嘅一步嚟嘅。咁就尤其是如果有人有心人咧，係領取呢個嘅職業介紹所牌照，咁政府更加有力咧去做得唔好，可以夾住佢啦，係咪先？咁所以咧我諗係一個我哋呢個係勞工處同佢哋一個夾住一齊做嘅一個項目嚟。咁所以咧我希望咧佢差唔多攞到個牌㗎啦。咁希望咧我哋喺攞到牌之後咧，我咧希望獅子會，我哋之後我再會約翻大家一齊咧，希望同埋我哋另外一啲嘅合作伙伴，例如 Econ 咧。咁一齊咧會係一齊睇下點樣幫到更加多嘅特殊學校畢業同學仔出嚟咧，揾到自己適合嘅工作。因為要揾到自己適合嘅工作，唔單止同學仔自己未來係需要，而都係咧我諗係對於 SEN 同學嚟講咧，家長係更加想見到嘅一個項目。因為咧你哋唔放手咧，佢哋行唔出去。因為我哋自己做過我哋做展亮嘅計劃咧，我都知道咧好多係家長其實有時唔係好願意放手。我知道大家好錫個小朋友，但係你要放手俾佢出去跑咧，有機會會跌，但係你唔俾佢試咧，就肯定永遠唔識跑。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可以喺都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同我哋咧幾方面，包括政府、包括學校、包括同學仔自己、包括我哋有心嘅商戶同埋有心人咧一齊去嘅幫手之下咧，令到佢哋自己行得到咧，呢個係最緊要。咁當然啦，特區政府我哋係會除咗係繼續鼓勵多啲獅子會咁樣去繼續做多啲之外咧，我哋勞工處其實我哋有個嘅人工嘅資助咧，雖然煩啲啊，我知道講多次，我哋喺我哋應該會資助半年人工啊嘛，係咪應該係資助半年9個月嘅人工？當你去攞到去出糧出到4個月嗰陣時，就可以去勞工處度申請一個工資嘅補助，咁咧可以準備最多出到9個月人工俾你個同學。然後社會福利署我哋都有個一筆過嘅撥款咧，俾大家買一啲嘅設備去適應佢個職場，例如可能有視弱嘅朋友咧，就可以買啲放大鏡啊之類，係勁高解像度嗰種電子嗰種放大鏡。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係有唔同嘅措施之後咧，可以幫助到大家咧，真係可以發揮自己所長，去做到自己希望做嘅事。咁希望咧今日咧我哋攞獎嘅同學仔都可以咧係記住今日係你哋嘅起點，係咧話俾人聽，話大家聽咧，我係同其他人係一樣嘅。係可以咧喺社會上面咧去做好我自己，呢個咧我諗係大家都希望見到你所做到嘅嘢。咁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獅子會嘅工作，都繼續支持咧各個 SEN 特殊學校嘅工作咧，令到大家可以喺呢個社會裏面咧有個大家共同嘅一個機會咧去發展自己。多謝晒各位，多謝。多謝兩位嘉賓嘅致辭啊！都睇得出咧，我哋嘅計劃咧係非常之有意義，亦都咧陽光都變得熱烈回應兩位正能量嘅發言啊！大家俾多啲掌聲俾我哋兩位嘅嘉賓。咁除咗咧我哋嘅嘉賓之外咧，我哋今次咧都要多謝一班勞苦功高嘅評審喎。冇錯啦，其實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會進行一個致送評審嘅一個感謝狀嘅環節。咁咧多謝各位嘉賓咧，跟住我哋要多謝一班勞苦功高嘅評審啦。因為咧早前咧評審咧係大家用咗一整日嘅時間咧去面試咗咧大約咧60位嘅同學嘅。哇！咁我哋而家咧俾啲掌聲佢哋先。係啦，掌聲要繼續 keep 住嘅，因為咧我哋而家要有請大會主席田師兄同埋我哋嘅何副局長一齊頒發感謝狀。係，咁評審包括遊學天地創辦人卓有心先生、MetaPrint 核心創始團隊首席執行官黃柏軒先生、香港寶潔麗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陸永儀女士、
仲有勞工處展能就業科香港區區域經理朱偉國女士，以及神經心理學黃家豪博士。大家可以企前啲，望住大會攝影師影一張合照留念。好啦，咁我哋好開心咧，我哋嘅獅子會總監咧都到場咧嚟到支持我哋嘅。咁啊，首先咧，我哋介紹我哋嘅中國港澳獅子會303區梁鳳華總監，跟住我哋獅子總會前國際理事文錦歡師姐，仲有我哋嘅第一副總監袁秀玲師姐都到場嚟到支持我哋嘅。佢成為咧今日咧都會嚟到咧幫我哋頒獎咁樣嘅。依家咧就有請咧我哋嘅梁鳳華師姐咧就為我哋致辭先。有請梁師姐。好靚啊，師姐今日嘅衣着。大會主席，仲有我哋嘅何啟明副局長，仲有我哋嘅文理事，我哋嘅一副總，仲有好多好多咧，我哋嘅特區中央嘅師友。咁仲有學校嘅校長、老師、同學，大家下午好。今日真係好特別嘅日子啊！天氣非常之好咧。咁呢一個頒獎禮咧喺風和日麗嘅下午嗰度舉行咧，係特別有朝氣嘅，係咪啊？大家係。咁亦都好多謝啦，特區中央咧為獅子會咧創造咗咁多嘅奇蹟喎，係咪啊？幾多同學啊，同學們，你哋都係有才華嘅喎，係咪啊？我見過你哋表演呢，非常之充滿咗感情，充滿咗你哋嘅活力。見到你哋咧，每個咧都係有你哋嘅能力㗎。咁所以咧，我哋非常之感謝我哋特區中央獅子會啦，舉辦咗呢個關愛學生選舉，佢哋真係好有心，為社區，為咗各位同學，你哋嘅前途。係要將你哋嘅能力表現俾我哋嘅香港市民，令到大家都對你哋特別關愛。咁所以咧，呢個活動咧，呢個選舉咧，每一次咧我都好衷心，好希望去參加嘅。自從2019年，我嘅好同學係啦喺呢度，其實啦，俾啲掌聲你咁啊，因為呢個係始創人嚟噶嘛，係嘛？咁咧，佢喺2019年舉辦咗呢一個關愛活動之後咧，佢哋特區中央獅子會真係好有心。佢哋做事服務社會唔係一次過嘅，佢哋係一族一族咁樣傳承落去。2019年到而家，大家計下有幾多年？7年㗎咯喎，有冇7年之癢㗎？冇㗎嗬？係咪繼續啊？係啦，因為咧，特區中央獅子會咧真係發掘咗好多有能力、有才華嘅同學們去貢獻社會。咁亦都希望咧。我哋多啲市民啦，多啲商鋪，多啲工商界咧，多啲去認識你哋，亦都你哋繼續努力，因為你哋係會被看見嘅，我哋係支持你哋㗎，好唔好啊？好多謝大家，咁希望咧，我哋咧獅子會咧服務社會咧唔分界限嘅，無論任何階層嘅，任何市民咧有需要嘅，我哋都會幫助佢嘅燃眉之急。咁今日咧，獅子會已經唔係第一個服務，咁獅子會呢個係第3個服務。我哋係要俾啲掌聲啦，我哋嘅文理事啦，因為咧我真係要多謝佢咧，走咗3次咧，咁熱咧，佢都好快咁樣同我一齊。我哋俾啲熱烈嘅掌聲佢好唔好啊？又早到喎，我真係好感謝佢可以一直咁支持獅子會嘅，好多謝你。咁冇嘢啦，希望得獎嘅繼續努力啦，去表現自己。未得獎或者係未有僱主嘅唔緊要。你哋繼續去努力，將自己嘅能力表現出嚟。多謝你哋，祝大家身體健康。多謝總監嘅發言。咦 ，Jackie，
接住落嚟到我哋全場最緊張、最期待嘅時刻咯喎，就冇錯啦係頒獎。冇錯啦，咁我哋咧會分組頒發嘅，咁請叫到名嘅同學仔咧可以預備上台接受獎項啦。係啦，首先咧有請我哋頒獎嘉賓咧 Metaprint 核心創始團隊首席執行官黃柏軒先生。同埋第10分為主席。杜以賢師姐上台聯同頒發。好，接住嚟咧，我哋請得獎同學天寶文學校鄭詠文同學、天寶文學校李家浩同學、天寶文學校許文俊同學、康智元朗晨曦學校 Hamd Moham Hadi Abdul、康智元朗晨曦學校李家俊同學、康智元朗晨曦學校陳澤稿同學、禮賢會恩慈學校潘俊同學。請叫名嘅同學上台領獎 ，Thank you。大家都可以望翻我哋中心大會攝影師影翻一張合照留念啊！好，多謝咁多位同學可以喺呢邊落台先行回座。繼續我哋頒發第2組嘅金獎，我哋請導師姐留步，係啦，同埋同時我哋請遊學天地創辦人卓有心先生上台聯同頒發。好，有請舊世軍石湖學校劉子君同學、舊世軍石湖學校鄭煥成同學、康智獅子會晨光學校陳樂晴同學、康智獅子會晨光學校 Rai Sandra、康智獅子會晨光學校 Subhan Malika、康智屯門晨光學校吳樂軒、康智屯門晨光學校馮子欣同學可以上台領獎。好，我哋一陣間咧影相嘅時候咧，我哋呢首先望住大會嘅攝影機先喎嚇。中間。俾個靚笑容。好 ，OK， 好。好多謝咁多位，可以先回座，繼續頒發第3組金獎啦。頭先，多謝。係啦，有請頒獎嘉賓神經心理學黃家豪博士、第1副總監袁秀玲師姐上台聯同頒發。我哋請同學仔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袁慧思同學、康智張玉瓊神輝學校羅興日同學、康智張玉瓊神輝學校洪志軒同學、東華三院包玉星學校呂卓賢同學、東華三院包玉星學校田潤同學、香港西區扶輪社康智神輝學校黃澤俊同學、香港西區扶輪社康智神輝學校鄭信文同學。鄭信文同學有代表上台代表領獎嘅。同學仔可以過，係啦，少少。大家要望大鏡頭喎。好。多謝
謝咁多 OK，位同多謝各位學，可以落台回座休息。繼續咧，我哋請我哋請袁秀玲師姐留步先。先留步，係我哋咧繼續頒發第4組金獎。我哋有請另一位嘅頒獎嘉賓，勞工事務主任展能就業科朱慧國女士，聯同我哋嘅袁師姐一齊頒發獎項。係得獎同學包括中華基督教會旺角堂體外學校顏詠儀同學，中華基督教會旺角堂體外學校李日滔同學，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黃浩同學，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莫慧南同學，康智松定學校譚志強同學，保良局陳麗玲8週年學校麥偉賢同學，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盛之恒同學，可以上台領獎。好，同學仔都可以準備望住攝影師，有一個靚嘅笑容，同我哋頒獎嘉賓影張合照留念。係啦，拍埋少少，親密啲。OK，多謝咁多位同學仔，可以落台同埋多謝兩位頒獎嘉賓。係，多謝頒獎嘉賓。好啦，咁多嘉係可以先回座啦，繼續頒發咧最後一組金獎啦喎，有請咧頒獎嘉賓國際獅子會前國際理事文錦歡師姐上台，仲有寶潔麗集團董事長陸永儀女士上台聯同頒發嘅。特別多謝咧陸女士今日咧贊助咗我哋咧一啲蚊貼啊，因為今日都真係好濕熱，亦都好多蚊，特別多謝你。陸女士。好，我哋請得獎同學明愛樂進學校羅清華同學，明愛樂進學校瑞樂之同學，中華基督教會基信學校孫志華同學，中華基督教會基信學校林啟峰同學，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黃恒津同學，中華基督教會基信學校黃建歡同學。同學仔可以望住中心攝影機，笑得開心。好，好，多謝兩位頒獎嘉賓，多謝文女士，文女士請留步，係多謝陸永儀女士。咁咧喺我哋頒發咧10大傑出學生獎項嘅時候之前咧，我哋咧有請文女士咧為我哋咧進行致辭嘅。文女士有請，辛苦啦，啲掌聲。我想話唔講都走唔甩，因為我同阿 Jo 講，我每次講親都喊，我想慳翻啊！今次，因為呢個服務實在太令人感動。我好開心見到啲同學仔，頭先阿 Jo 話俾我聽，其實有30幾個學生都已經可以就業。除咗幫到學生，幫到佢屋企人，亦都係幫到啲商業機構嘅。好感恩有特區中央獅子會連續7年去主辦呢個項目，希望你哋一年做得好嘅一年，亦都可以希望多啲學校會支持，發掘多啲學生佢哋嘅潛能，可以幫到社會。多謝大家。多謝文女士。同時咧都要提醒下得獎嘅同學唔好離開住，因為我哋最後咧會有大合照環節㗎。係啦，咁 Jackie 我哋嚟到呢一 part 咧，又係另一個緊張嘅環節啦。冇錯啦，就係咧我哋要頒發咧10大傑出關愛學生嘅獎項咯喎。咁咧喺咧我哋頒發之前咧，我哋咧就會播少少嘅片段俾大家睇睇嘅。係，我哋咧獅子會好好嘅，每位同學仔都準備咗一個少少嘅介紹片段。咁我哋而家咧有請大會主席田迪尊師兄、總監梁鳳華師姐同埋何啟明副局長聯同上台準備頒獎。有請。
第一位同學可以去片。好，我哋請大家好，我係救世軍石湖學校嘅中三學生何俊廉，我好榮幸可以攞到呢個10大傑出關愛學生獎。救世軍石湖學校何俊廉同學上台領獎。首先，我衷心多謝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俾我有呢個機會展示自己嘅學習成果。我仲要多謝我嘅屋企人同學校老師。好，望住前面影張開心嘅合照留念。係你哋鼓勵我一步一步嚟，仲陪住我一齊練習，令我學識點樣克服恐懼。呢份榮譽係屬於支持我嘅每一個人，未來我會繼續努力。多謝大家。好，恭喜晒何同學。接住落嚟呢，我哋請第二位得獎同學康智張玉瓊神輝學校鄭家穎同學仔上台領獎。我係鄭家穎，我讀康智張玉瓊神輝學校。我好開心能夠得獎，我多謝屋企人同埋老師嘅支持，我會繼續努力，只要要肯做，一定進步。好多謝晒，下一位得獎同學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Clemente Joaquin 同學請上台領獎。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叫 DM。我讀咗多位修業在小學學校，開心 to be honored with 10大傑出關愛學生獎。I want to thank you。恭喜晒同學仔！接住落嚟，我哋有請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胡維海同學上台領獎。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係胡維海，嚟自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好開心能夠獲得10大傑出關愛學生獎，能夠獲得並唔係我一個人嘅努力，我都要多謝陪伴我嘅。好多謝胡同學，有請下一位我想多謝沙田公立學校楊成軒同學請上台領獎。大家好，好開心今次能夠攞到10大關愛學生獎。首先要多謝梁寧鵬梁 Sir 提名我參加第7屆10大關愛學生選舉，先有機會攞到金獎。我之前都唔敢表演唱歌，係梁 Sir 同我講唔使驚，我媽咪都好想聽我表演唱歌，同埋提我參選嘅恭喜晒楊同學，好多謝。接住落嚟，我哋有請香港西區扶輪社康智神輝學校石振星同學，同時請埋老師一齊上台，代表係啦領獎。首 Thank 先感 you。謝特區中央獅子會頒發呢個獎項俾我，多謝大會對我嘅努力肯定。其次，我要多謝屋企人嘅支持，特別係我姑姐喺我細個嘅時候陪我四出去訓練。如果冇屋企人嘅支持，我冇可能。好，恭喜石同學同佢嘅老師。下一位同學沙田公立學校袁海欣同學請上台領獎。大家好，我係就讀沙田公立學校嘅袁海欣。當我知道獲獎之後，我感到十分榮幸。我想喺呢度多謝評審對我嘅肯定，呢份榮譽係我繼續努力嘅動力。我亦想喺呢度多謝我媽咪同埋學校老師，感謝你哋一直以來對我嘅鼓勵。恭喜袁同學。當我遇到接住落嚟，請中華基督教會旺角堂啟愛學校麥俊雲同學上台領獎。今次我攞呢個獎呢，首先要多謝我嘅屋企人，特別係我媽咪，因為佢對我嘅改變好大，亦都陪住我每一個成長嘅時刻。同時呢，亦都要多謝我嘅。好多謝晒麥同學。下一位沙田公立學校徐星燕同學請上台領獎。各位嘉賓、校長、老師、同學，你哋好，我係沙田公立學校中二班徐星燕，能夠獲得10大關愛學生呢個獎項，我感覺十分榮幸，非常感謝學校老師們嘅照顧同埋教導，俾我好多嘅支持，俾我知道關懷同包容嘅重要，會主動關心同埋幫助別人。我相信人人都願意付出一點愛心，大家都會感覺。恭喜晒徐同學。接住落嚟，我哋有請道慈佛社楊日林紀念學校張玉榮同學仔上台頒獎領獎。我想多謝獅子會舉辦呢一個傑出學生選舉，因為我參選過程中自信心越嚟越強，對自己
嘅了解，亦都加深咗，過程中獲益不少。我會向着我嘅目標繼續努力。多謝大家。恭喜晒10位傑出關愛學生！想特別咧提醒一下咧，就係我哋今年特別為每一位同學仔咧製作咗一個介紹嘅 video，咁咧大家可以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欣賞翻㗎。係啦，咁我哋咧恭喜晒10位咧傑出關愛學生嘅同學啦。咁咧我同時都想邀請咧頭先剛剛領獎嘅10位同學咧上台影一個大合照嘅。好，有請10位得獎同學。大家要俾多次掌聲俾10位得獎同學，好犀利啊！好，我哋請得獎同學可以落台休息，同時請頒獎嘉賓留一留步，因為我哋接住落嚟呢要頒發肢體傷殘組別嘅10大傑出學生啦。好，我哋而家咧有請第一位同學仔，恭喜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黃永熙同學仔上台領獎。多謝大會頒呢個獎俾我，我諗我十分之榮幸，亦都多謝老師嘅教導同埋同學對我嘅信任。未來會帶住呢份心去關心同埋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好，多謝晒。下一位同學，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劉子雄同學，請上台領獎。恭喜晒同學仔！接住落嚟，我哋有請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以玲學校譚子軒同學仔上台領獎。好，大家掌聲熱烈啲啊！好，第5位同學仔，恭喜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李明鑫同學仔。我哋咧請代表上台領獎。太多同學仔領獎啦，我哋多謝各位評審俾我呢個機會獲得10大關愛學生獎項，獲得呢個獎項，我覺得非常之榮幸。途中幫我笑得開心啲，包括我嘅老師、家長，恭喜晒同學仔。下一位係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以玲學校李耀賢同學，請上台領獎。大家好，我叫做李耀賢同學啦，我就而家讀緊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以玲學校，而家讀緊中六。喺我學習嘅路途上，我最多謝嘅就係學明主任啦。如果唔係佢嘅話，我就冇機會去接觸。好，恭喜晒同學仔。好，有請下一位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嚴建森同學，請上台領獎。先好多謝大係，我哋更正一下先。嚴建森同學係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肯定啦，亦都係對我嘅支持。恭喜晒！咁首先我好想多謝老師一直以嚟嘅教導，同埋俾咁多機會我啦，令到我可以用關心嘅態度去對待社會。咁亦都好多謝同學一直俾我嘅支持、鼓勵我，同埋媽咪一直嘅照顧，令到我可以。好，恭喜晒同學仔！接住我哋落嚟，我哋有請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陳鵬新同學上台領獎。咁我能夠獲得呢個獎，首先就係要多謝我嘅屋企人。更正翻係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嘅陳鵬新同學仔。佢哋都唔會養到我而家咁大咁懂性，
另外，我都要多謝我同學嘅支持，仲有嘅就係老師嘅悉心嘅教導我唔同嘅知識，同埋亦都有不斷笑得開心咁鼓勵我、啲。推薦我。好，恭喜晒陳同學！我哋壓軸有請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曾啟軒同學到台下領獎。有請頒獎嘉賓到台下頒發獎項。我感到非常開心，好興奮，這份好，請頒獎嘉賓留步喺台下，我哋會有9位同學仔一齊喺台下大合照啊！請各位得獎者到台下影大合照。好，我哋接下嚟咧嘅環節咧，就會有請我哋會長張祖葵師兄上台同我哋致辭。有請師兄，有請會長。好，大會主席總監係啦，文理市第一副總監係啦，阿何啟明副局長，大家好啦。咁啊，其實咧，我哋咧今次呢個活動咧咁順利咁舉行咧，其實有賴咧我哋田主席啦，咁帶領一班嘅籌委會成員啦，咁我哋就好好咁開咗好多次會，籌備今次活動。咁好多學校都會支持同埋我哋參加啦。咁其實今日最重要咧，帶出一個信息咧，就係話講緊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嘅照顧者啦、老師啦、一啲家長啦，其實都唔使擔心同學仔喺嘅出路。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喺香港嚟講，好多關愛嘅僱主係可以招聘呢啲有能力嘅同學仔，因為呢同學仔啫經過一輪培訓之後咧，其實咧佢哋嘅出路咧係好大，可以推動到成個經濟嘅發展。可以幫助香港成個社會。其實我呢啲同學仔非常之有能力，我見到佢哋評審嘅時候，佢哋嗰份堅持比我哋一般人更加之強烈。我哋將佢呢份堅持去放大，去俾呢個社會知道佢哋嘅堅持其實係非常之呢個態度非常之好，就會幫助到佢哋，亦都幫咗影響到佢哋成個屋企，亦都影響咗成個社會。咁喺度呢，我哋希望將來咁多位嘅持份者都繼續支持我哋呢今次嘅活動。多謝晒。多謝會長。咁咧，我哋咧首先咧有請會長咧翻落台下咧，同我哋今日咧所有嘉賓、各位朋友、老師、學生，大家所有朋友，我哋影張大合照好嘛？